業大罷工，日食9000萬美金，全國6成工程冧檔社保法案火頭燒毀經濟。廣告公司62710885編譯，請轉發注明出處。巴拿馬建築界爆大鑊，全國建築工會 Suntrax 發起嘅罷工愈演愈烈，全國5至6成地盤癱瘓，每日經濟損失直撲9000萬美金，約7億港元。建築商會 Capic 會長費雷爾拍台指罷工係非法行動，指控示威者嚇窒開工人，更預警若繼續僵落去，建築業明年對 GDP 嘅10億美金貢獻隨時凍過水。罷工現況，重點工程冚期，地鐵3號線等大項目全面停擺，政府拖數2億美金搞到承包商吊鹽水，飯碗大危機，過萬建築工人隨時冇工開，工程師同合約員工首當其衝，政商勞三國殺，政府急腳叫對話降溫，但勞資雙方到而家都未正式傾偈。抗爭源頭，今次鑊氣源自社保基金法案爭拗，工人鬧爆改革陰乾福利養老金供款比例咬手瓜，工會出硬招，封馬路，佔地盤施壓手段升呢，政府孭一身債，拖數搞到3成工程甩建材供應鏈開始斷纜，連鎖反應，交通大塞鑊，15條主幹道被物流成本飆升3成，中小企吊命，建材鋪生意插水6成，5金批發現倒閉潮，民生受波及，多區超市現搶購水泥零售價1星期急升18%，經濟插水。Capic 出死亡預告，罷工持續2週，建築業最少冇咗5000個飯碗，運輸飲食零售等關聯產業每日再蝕多1200萬美金。句號，今年 GDP 增長恐跌穿2%，創10年新低，困獸鬥局面，政府企硬，死撐社保改革有必要，原微調細節但唔撤案，工會開天索價，要求即刻剎停改革，兼放人揚言發動全國大罷工。商界頭痕，外資項目隨時撻 Q， 多個國際財團啟動不可抗力條款。廣告，整招牌找我們62710885承接各類招牌，橫幅、燈箱、發光字、3D 立體字、印章、名片、宣傳單、商業活動籌劃等。微信號 Lisa Panama。字，批發零售 Falius 全國最低、最實惠的電子發票銀櫃，新機。電子簽名、發票，歡迎諮詢中西語67511824 WhatsApp 電話同步。字，受巴拿馬卡門莊園及艾麗達莊園的貴下咖啡，水洗原豆專享專線62710885限量發售，收藏給風味，一杯開啟貴下世界的大門。廣告位招商。